俺们爬里出去说。哦，要那别一味都爬里。哦。王这边不，等下不然2个车上来多啊。那我在车里。马姐来，你顶上你可是这都觉得。呀，不俺们来，来爬里说的。对，爬里说的。对，爬里。哦，你看啥了？俺们，我这边不然顶上说个大横起得打赢呗。别打个军营，赶紧看吃我的，妈羞得的。不，那你搞着我给今年对不对？我打了你不？我听话你。你打个3句，妈羞的。不让给跟着擦过去啊。他们什么了？你看到什么没？不会喊过了。对，安排的。他八百。他这那不然个地铁里啊，肯定是几子呀。钱啥？地铁嘞。地铁了。俺今天你来修的。对。这啥？这你啥吧？这当过你妈的啥了的？啥。天上兄弟年纪大，这栋大啊，天上是穷队的白的落下的。天上是穷队呢，手细，爬的粗的，什么也不当。今天这那我亲属呢，你谈不要心。俺你个这栋，这里心都来点不需要时间，我们别谈这下能个了吧？俺做天下顶在马道。你了看啥看了呀？多见了差点不能行，干到这。俺今天他这里。我这不，他讲的不让里呀，有你看到可这样。他今年长个时间没说，他都安排去几十秒钟。不喽。那就几哎。第二行山看到的，你说送去这差不多了的。是，那个就是今天呢，有你苏大卡长时间你吧啊。长时间不是看久了。你俩干到现在时，或者长时间俺七九龙镇那路不能行的，不别说行嘛的。知道吗？是的，天下不都是给不大学的，听着用嘛的。是不是？我们去打电影去不去？抢时间自己去。说每次去3次的电影。今天弄啥的嘛是的。最不的。俺们知道。他现在是，他这不是。好了，你生这急啊？就这样的人们。今天你干啥干了呀？今天。知道。俺们那肯定说的。还有这个呢，这个都对人怎么是学别说些，俺们现在的米洗个也会别说，咱的洗个也会多三不的吧？俺别个俺们这种多忙也别说的。哎呦，还我们说当还不许做。我这边罢了。但我们多少钱呢？不然给生意呢，我们得拿出去撤销。的。俺让你个记得，是吧？对。俺们别了要的，让那花的代表通，让那小什么心的现金是吧？对。都记俺们。红队。哟，现在罢了么了？俺说你碰不得个热的这体用的。现在呢，俺就当不着呢。